林振昇議員。係好啊，多謝主席。咁我見個圖嗰度咧就呢一個位置咧，其實就唔淨係只可以起2個坑嘅其實就可以起多幾個泥坑嘅。咁即係依家咧就先起住2個泥坑先啦，咁就可以用10年。咁我都想了解下，即係10年咧其實就好快過嘅。咁如果我哋之後咧先至去做其他泥坑咧，即係到時嗰個建築嘅成本啊，即係嗰啲材料嘅費用嘅上升啊，就即係到時起嘅時候就會唔會係再貴啲咧？咁定還是係有另外一個選擇，就依家可能再做多2個泥坑咁趁依家即係嗰個成本效益會唔會好啲？咁同埋咧就足夠我哋真係可能超過20年去使用，咁嗰個成本效益係會唔會好啲咧？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我見嗰個費用咧都要有1億3千萬咧就做呢個環境監察同埋審核計劃嘅，咁錢都唔少嘅。咁我想了解下，即係呢一部分嗰個環境監察嘅費用咧，係咪即係貴咗定還是係同其他相關海上工程嗰啲計劃係相若咧？咁如果我哋執行監察嘅時候係點樣監察嗰個承辦商要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咧？咁如果真係監察嘅時候發現有啲數字係超標係影響咗嗰個環境嘅，咁需要有啲補救措施嘅時候咧，嗰筆費用係政府俾啊，定還是係個承辦商負責翻咧？咁即係呢度係點樣嘅安排咧？即係如果真係監測到有嗰個對環境影響嘅時候嗰個處理多謝主席。好，副局長。係多謝林議員問題。首先第一樣嘢就話點解我哋唔做多幾個坑，做2個坑先呢？我諗有2個考慮喺度。第一，我哋都希望呢工程呢個範圍唔好太大，即係對於附近嘅無論漁民又好或者海底個生態都好呢。雖然我哋過咗環評但係我哋都唔希望一次過即係比較大嘅滋擾。第二，其實咁講，我哋而家我哋嗰2個坑，我哋預計用10年嘅，但係其實我哋都想睇一睇實際上嘅需求，因為我哋睇翻過去3年嘅數字呢，其實變化都好大嘅，由10幾到30幾萬立方米都有嘅個需求。咁可能我哋都覺得，如果我哋繼續努力，即係將減少個污泥嘅出產呢，其實可能仲可以比10年再長。咁同埋呢，我哋做一個泥坑個工程都係2年嘅啫，咁變咗我哋有啲時間可以再去睇一睇，再去研判。咁所以呢個呢，我哋覺得係比較一個務實，即係去有序咁去推進。咁第二嗰個環境嗰個監察嗰個計劃，嗱我手頭上我或者可能睇下部門同事有咩補充到，同其他項目係咪個比較點樣？但係其實睇翻我哋個項目本身個即係其他價錢咧，同其他一啲類似項目差唔多。咁同埋呢個監察其實我應該同沙洲東而家我哋做緊嗰個亦都係相若嘅。我手頭上資料。咁至於如果你話超咗標會點？其實呢個監察係法定環評其中一樣要求我哋做嘅。咁所以超咗標，其實我哋可能就要暫停嗰個倒污泥個動作嘅。咁所以呢個係有一個法定嘅機制咧，去處理超標嘅情況。多謝主席。